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白沙屯妈祖外号粉红超级跑车，今仔日深夜要来起驾，专程就爱行10天9暝，最真甜头。所以有袂少的旅行社推出着1日游，或者是3日游的进香团，对妈祖行。 若行了忝，就会当就车来休困，特别适合年岁较大的长辈。讲有旅行社一个开团，都互抢定了了。今年18日，白沙屯妈祖进香团特别出发了。白沙屯妈祖的进香，伫今仔日深夜定要启程。中天宫的庙方警官，伫前一天就开始替妈祖的神轿独具报新，换新的轿冠甲轿裙。 嘛要互粉红超跑穿新的秀布，互妈祖这大进香，风神搁水当当。在台湾进香要紧的圣殿中，白沙屯妈行路进香的距离相长，全程超400公里。对苗栗县通宵的白沙屯中天宫起行，行到云林县北港的吊天宫，拢总10天9暝。也毋是大家人拢有法度拢对甲到。 有旅行社推出着1日团、甲3日团等等，分别对台北或者是高雄坐游览车出发，中途互旅客对着进香团行3-4点钟。今日行路行到手机也无电，东南旅游送行动电源，向西旅游送淡金仔互民众切歌。 科乐旅游送开线，甲妈祖加持平安符，祝你一路顺风。他可以走一走，修一修。哎，走我真的走不了，他可以回车上去坐啊，就游览车会跟着慢慢的跟着队伍往前行。白沙屯妈祖进香也带动各行各业的商机，那旅游业。大概多少倍啦？不知道，超多倍。沿路的现场或者是企业提供餐点甲饮料。 白沙屯妈祖进香的行程，估计能带来数十亿的商机，也好百工百业感谢妈祖，互因招财进宝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